哥林多前书第14章，要追求仁爱，要热切羡慕属灵的恩赐，特别是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。讲灵语的人，毋是在对人讲，是在对上帝讲，因为无人听有。伊是靠圣神在讲奥秘的事。不过传达上帝信息的人，是在对人讲，要互因得到造就、鼓励、安慰。讲灵语的人只有造就家己，不过传达上帝信息的人，造就全教会。我爱恁逐个人拢会讲灵语，搁较爱恁会传达上帝的信息。讲灵语若毋是有人过世，通互教会得到造就，传达上帝的信息比讲灵语较重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去恁遐，若简单讲灵语，无传达上帝的启示，也是知识，也是信息，也是教示，对恁有甚物利益？无生命的乐器，亲像钧仔也是琴，因所发出的音，若无悬低变化，人哪会知是在奏甚物？喇叭的声若无准确，人哪知通准备烧战？亲像安尼，恁所讲的灵语意思若无清楚，人哪会理解恁在讲甚物？安尼，恁是在对空气讲话。世间有真侪无共款的语言，大家拢有意思。我若毋捌某一个语言，对在讲即个语言的人来看，我是外国人；在讲即个语言的人对我来看，嘛是外国人。恁嘛是安尼。既然恁热切羡慕属灵的恩赐，就搁较出力追求遐个为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讲灵语的人，就祈求会当过世的能力。我若用灵语祈祷，是我的灵在祈祷，毋过我的理智无作用。安尼我要安怎？我要用灵祈祷，嘛要用理智祈祷。我要用灵吟诗，嘛要用理智吟诗。若无，恁若只有用灵感谢上帝，参加聚会的遐个无了解灵语的信徒，毋知恁在讲甚物，要哪会对恁的感谢讲阿门？恁的感谢检采真好，毋过无互别人得到造就。感谢上帝，我比恁众人讲搁较侪灵语。毋过伫教会中，我宁可讲5句有理智的话，通教示别人，嘛无爱讲10000句灵语。兄弟姊妹，恁想代志毋通亲像囡仔，做歹代志就亲像婴仔，想代志就亲像大人。伫律法书有记载，主讲：我要用讲外国话的人，用异邦人的嘴唇，对我的子民讲话，毋过因还毋听。安尼讲灵语，毋是要互信徒，是要互无信的人做记号。毋过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，毋是要互无信的人，是要互信徒做记号。全教会组织的时，大家若拢在讲灵语，有无了解灵语的信徒，也是无信的人入来，减袂讲恁是在起笑。大家若拢在传达上帝的信息，有无信的人，也是无了解灵语的信徒入来，听到遐个话就晓悟知罪，心内的秘密显露出来，话拍落去，敬拜上帝，宣告讲。上帝真正伫恁中间，兄弟姊妹，安尼要安怎？恁聚会的时，有人唱圣诗，有人教诗，有人宣讲上帝的启示，有人讲灵语，嘛有人过世灵语。逐项代志拢着为着造就教会来做。若有人讲灵语，只有2个，上侪3个轮流讲，搁着有人过世。若是无人通过世，因伫聚会中就静静，只有对家己甲上帝讲，宣讲上帝的信息，通互2个也是3个讲，其他的人通判断因所讲的。不过在座的人，若有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拄得讲的人就静静，
恁逐个人拢通轮流宣讲上帝的信息，通相甲学习，互相勉励。宣讲上帝信息的人，就会晓约束家己的温顺。因为上帝毋是混乱的上帝，是和谐的上帝。甲所有上帝子民的教会同款，负责人伫聚会中着静静，袂用得讲话。照犹太律法所讲，负责人着顺服。因若爱学什么，着伫厝里问家己的丈夫。负责人伫聚会中讲话无体面。那安尼讲，上帝话减对恁来，也是简单传互恁。若有人想讲家己是传达上帝信息的人，也是属灵的人，就知我伫写互恁的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人无看即个代志最要紧，嘛毋通甲伊看最要紧。所以我的兄弟姊妹，着热切힘慕传达上帝信息的温顺，不过嘛毋通禁止人讲灵语，凡事着规规矩矩，照特殊做。